過五關斬六將，原來從來冇發生過。《三國演義》話關羽千里尋兄，連過五關，連斬六將，孤身對抗曹操百萬大軍。但正史《三國志》入面，陳壽只寫咗7個字：曹公義之，不遣左右追。上集講到關羽暫時歸順曹操，立下約法三章。曹操送金銀，封高官，贈赤兔馬，用盡一切方法籠絡關羽。但關羽得知劉備下落之後，掛印封金，毅然出走。曹操非但冇派兵追殺，反而下令全程放行。今集講嘅係過五關斬六將呢段千古傳奇，點解係虛構？正史入面嘅關羽北上之路冇殺戮冇圍堵，但係點解比演義更加震撼人心？陳壽用國士之風4個字，點樣定義關羽嘅真正價值？講起三國最帥、最傳奇、最深入人心嘅名場面，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會即刻諗起7個字：過五關斬六將。千百年來，民間一直流傳關羽關雲長係一個無敵孤膽英雄，佢係曹操嘅帳下，不貪富貴，不戀權勢，掛印封金，毅然出走，一路突破5道關隘，斬殺6名守關大將，孤身一人護住2位嫂嫂，千里迢迢北上尋兄，憑一己之力對抗整個曹操勢力，成就萬世二聖之名。細個聽呢段故，我哋個個聽到熱血沸騰，覺得關羽武藝蓋世，義薄雲天，世間冇人能及。但係當我哋長大，翻開陳壽《三國志》，真正嘅正史記載擺喺眼前，你會發現一件極度震撼、極少人知道嘅真相。呢個轟轟烈烈、流傳千年嘅過五關斬六將，根本就係後世演義虛構出嚟嘅情節。真實歷史上，關羽從許昌出走，千里尋兄，從來冇連關激戰，冇連斬六將，冇重重圍堵，冇生死突圍。但係我哋絕對唔可以因為呢段情節係虛構，就覺得關羽嘅忠義被削弱。恰恰相反，陳壽筆下記載嘅真實千里尋兄，褪去戲劇化嘅打鬥特效，褪去誇張嘅武俠傳奇，剩下嘅人性格局、堅持與恩義，比演義更加震撼，更加高貴，更加值得我哋後世永世敬仰。今日呢一集，我哋徹底拋開電視劇小說嘅煽情套路，完全跟住陳壽最客觀、最真實嘅史觀，拆解呢一場千古誤解，還原最真實嘅關雲長，睇下武聖真正嘅封神之路，究竟憑嘅係武力定係人品？上一集我哋講到關鍵轉折，劉備滁州大敗，三兄弟失散，劉備孤身投奔袁心張飛，流落深山不知所蹤。關羽為報全，2位嫂嫂性命，無奈困於土山。面對絕境，關羽寧死不盤兄，立下約法三章，江漢不抗曹，暫時討身許昌曹營。曹操深知關羽係世間絕世猛將，義士楷模，於是不惜一切代價，籠絡3日一小宴，5日一大宴，豪宅良田，金銀野，酬高官厚祿，源源不絕送上，最後甚至將天下無雙嘅千里寶蓋赤兔馬雙手相贈。曹操做盡一切，只為換關羽一個歸心，希望呢位蓋世英雄能夠從此留在自己帳下，為自己平定天下，征戰四方。面對常人無法抵掌嘅富貴誘惑，關羽從始至終心如止水，所有賞賜分文不取，完好封存。高官爵位淡然視之，每日恪守禮數，侍奉嫂嫂，笨手本心，從未有半分動搖。唯一一次面露喜色，係收到赤兔馬之時，而佢開心嘅原因唔係貪圖名功風光，而係知道此馬日行千里，他日一旦得知大哥下落自己嘅訊息，千里早日與兄長重逢。後來袁紹大將顏良圍困白馬，曹軍諸將無人能擋，關羽臨危受命，策馬衝陣，萬軍水中取顏良首級，如探囊取物，為曹操解圍報恩，隨即受封漢壽亭侯。就在功成名就、前程萬千嘅時候，關羽終於收到咗個日思夜想嘅消息，劉備尚在人間。現身於河北袁紹軍中，得知真相一刻，關羽毫無猶豫，即刻做出決定，辭曹北上，千里歸兄。佢將曹操所有賞取金銀豪宅官印全部整齊，擺放府中大堂，分毫未取，一件不留。呢個就係歷史上赫赫有名嘅掛印封金。寫下辭別書信，坦坦刀高告知曹操自己去意已決，隨即整理車計，護送2位嫂嫂毅然離開許昌，踏上北上尋兄之路。好多人睇演義，會覺得關羽係偷偷逃走，係違背承諾，係怕曹操追兵追殺，
所以先一路連戰連逃。但正史之中，成件事嘅邏輯完全相反。陳壽《三國志·關羽傳》有一句極為關鍵、極多人忽略嘅記載：曹公義子不遣左右追。呢短短7個字，直接推翻千年演義設定。曹操從一開始就完全明白自己留唔住關羽，佢清楚知道呢位義士心繫劉備，初心不改，無論自己點樣厚待、點樣施恩，都不可能動搖。佢本分既然留住，不如成人之美。既然無法收復呢位絕世英雄，不如用放走關羽呢件事成全自己愛才惜才嘅帳紅格局。所以曹操唔單止冇派兵追責，冇暗中阻賴，冇設下關卡埋伏，反而親自下令全程放行，禁止所有將士、所有關隘阻攔關羽北上。換句話講，關羽呢一次出走係光明正大、坦坦撈，經過曹操親手批准嘅合法離開，根本唔係潛逃，更加唔係半張出逃。咁問題就嚟啦，既然曹操全程放行下令，不阻不追，點解後世會出現過5關斬6將呢一段同嗰個烈烈嘅血戰劇情？呢度我哋就要分清楚兩個概念：正史記載嘅義同演義加工嘅，容羅貫中寫《三國演義》，目的係塑造人物、渲染情節、增加故事可觀性。為咗將關羽塑造成千古無雙嘅武聖英雄，作者需要鋪墊無數磨難、無數關卡、無數生死考驗，用一路殺伐一路突破嘅驚險歷程，襯托關羽嘅無敵武藝與執着信念。所以作者虛構出東嶺關、洛陽試水關、鼻養黃河渡口5道險關，又虛構出孔秀、韓福孟坦、變起王直秦琪6名守關大將呢一班人，或者貪功，或者跋扈，或者自作主張，唔聽曹操號令，執意阻攔關羽去路，最後一揮關羽斬於馬下，成就千古傳奇。呢段劇情精彩嗎？絕對精彩。熱血嗎？足夠熱血。感動嗎？足以流傳千古。但係精彩歸精彩，史實歸史實，喺陳壽中立客觀嘅筆跡入面，呢一切從未發生真實嘅關羽北上之路，冇伏兵，冇圍堵，冇死戰，冇連環追殺。但係千祈唔好以為正史嘅千里尋兄就係一條輕輕鬆鬆、平平無奇嘅坦途。恰恰相反，褪去戲劇化嘅打鬥之後，真實路途嘅艱難險阻，更加考驗人性，更加磨練心智，更加體現關羽嘅超凡格局。我哋試住還原當時嘅亂世環境。東漢末年，天下大亂，中原大地間間經歷蜀州大震把馬之陣。曹操如袁心良大勢力堅把老爭，隨時開啟總爵陣。千里荒野之上，亂兵有容，遍地紐扣，做宗族士遲層次，各自為政。道路當作荒廢，冇官方護航，冇軍隊護衛，冇沿途接應，淨係得關羽一人一騎幾名，隨從2位手無崇雞之力嘅弱質女眷，要穿越數百里戰亂荒野，跨越敵我對峙嘅前線戰場，孤身前往未知嘅河北之地。呢條路冇明刀明槍嘅將軍攔路，卻隨時面臨未知嘅劫難，隨時遇到散兵劫掠，隨時遇到山族截殺，隨時遇到斷糧缺水，隨時陷入孤立無援嘅絕境。一旦出事，不單止自己性命難保，2位嫂嫂必遭凌辱，一世英名半生氣節盡數盡毀。呢種恐懼唔係一時三刻嘅生死對決，而係日復一日前路未知吉凶難料嘅心理煎熬。更難得嘅係，當時嘅關羽根本唔知道劉備嘅真實處境，佢唔清楚大哥係深得袁審重用，仲係寄人籬下，噏噏可危。佢唔清楚北上之後係團圓相聚，仲係捲入更大嘅戰亂。佢甚至唔清楚自己跨千里之後會唔會面對再度分離、再度流離，前路茫茫，未卜生死，身處亂世，孤立無援，換做絕大多數人早就動搖，早就退縮，早就選擇留為許昌安享榮華富貴，但關羽從未動搖半分。呢個就係陳壽真正想記錄嘅義，演義嘅義，係憑武藝突破萬難，殺出一條生路，係英雄所向無敵。正史嘅義係明知前路艱險，明知富貴安穩，明知可以一世榮華，仍然執意選擇限配流離，選擇歸隨窮途落魄嘅兄長，係初心從未改變。我哋再深入拆解關羽呢一段經歷，究竟有幾難，有幾可敬？第一，佢頂得住人性最大嘅誘惑。曹操俾佢嘅係當世無數武將一輩子都夢寐以求嘅一切：高官厚祿、
豪宅保家權勢尊重，只要佢點一點頭，從此就係曹魏頂級名，將榮華富貴享之不盡。當時劉備一無所有，兵敗流亡，寄人籬下，前途一片灰暗。任何人從現實角度出發，都會選擇留在曹操身邊。但關羽唔係普通人，佢嘅人生準則從來唔係利益最大化，而係道義最大化。桃園一結義，生死不相負，一句承諾守住一生。第二，佢分得清恩怨，拎得清分寸。關羽從唔係忘恩負義之人，曹操對佢有不殺之恩、後代之恩，佢清清楚楚銘記在心，所以佢唔會一走了之，白拿好處，一定要先斬顏良，解白馬之圍，用蓋世戰功報答曹操所有恩情。恩怨兩清人至義盡，先坦坦蕩離開，絕唔拉心，絕唔負人。呢種格局係好多亂世更洪明章謀士都做唔到嘅境界。第三，佢守得住孤獨，熬得住未知，千里路途冇人相伴，冇人支援，前路未知。每日面對荒山野嶺、蕭瑟秋風、亂世，新娘身為武將，最難嘅從來唔係衝鋒殺敵，而係漫長等待之中伴夢操身，孤獨旅途之中不渡氣節。好多人只睇到關羽嘅威風，卻忽略咗佢嘅克制，滯留許昌數月，面對奢華享樂、美女豪宅、權勢誘惑，佢始終文守禮數，晝夜互數，不氹不躁不逼不驚。呢種極強嘅自律同心性，先係武聖真正嘅底氣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會問一個問題：既然過五關斬六將係假，咁後世點解要專門虛構呢段劇情，仲流傳千年不衰？其實答案好簡單，因為世人容易崇拜武力，崇拜熱血，崇拜以一敵百嘅傳奇，但好少人能夠理解、欣賞、堅持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嘅本心。普通人鍾意睇爽劇、睇逆襲、睇殺伐，但歷史真正珍貴嘅係亂世之中仍然不變嘅良知，動盪之中仍然堅守嘅信義。演義幫關羽加滿武力 buff， 讓世人愛上佢嘅強，正史還原關羽嘅本心，讓世人敬畏佢嘅義。陳壽最後為關羽蓋棺，定論只用4個字道盡千古：國士之風。何謂國士？一國之中最頂尖、最正直、最有氣節、最有格局嘅人，唔係單單武藝高強，而係人品、氣節、格局、心性都堪為萬世表率。講完正史真相，我哋再翻當時嘅天下大局。關羽千里單騎，順利北上，一路穿越中原戰區，最終成功踏入河北地界，即將同劉備重逢。呢一次重逢看似係三兄弟團圓嘅喜事，實際上直接引爆咗三國時代最關鍵、最決定天下格局嘅懵風大戰。官渡之戰當時嘅局勢完全一面倒，袁心佔據河北四周地，廣人多，兵甲無數，糧草堆山，擁有絕對兵力優勢。曹操將天子以令諸侯，雖然佔據中原，但地盤武朝四面受敵，兵力遠遠不及袁心，隨時面臨頃腹遺技。劉備投奔袁心，直接令袁心陣營聲勢大振。關羽歸隊更是為劉備勢力注入頂級戰力，南北對立格局鐵底成形。所有人都以為袁心兵多將廣實力碾壓，必將一戰踏平曹操一統北方。連曹操掌下好多將士謀士都暗中動搖，暗中聯絡袁心，為自己留後路。但係陳壽《三國志》早已寫下結局，佔盡天時地利，手握絕對優勢嘅袁心，最會輸得一敗塗地，滿盤皆輸。點解兵力10倍於曹操嘅袁心會被曹操逆轉翻盤？點解擁有絕對優勢嘅河北霸主一夜之間土崩瓦解，身敗名裂？官渡之戰嘅真相從來唔係兵力之爭、糧草之爭，而係人心之爭、格局之爭、決斷之爭。袁心嘅猶豫多疑、短視、優柔寡斷，如何一步步葬送絕對優勢嘅？曹操嘅果斷、知人善謀、敢於刀命，如何逆天翻盤奠定嘅曹魏基業？仲有最神秘、最反轉嘅烏巢奇襲，到底係天命所歸，定係人謀盡勝？呢一場大戰直接清算北方所有勢力，徹底改寫三國歷史走向，為後來三分天下埋下最深嘅伏筆。如果你鍾意真實硬核有格局嘅正史三國，千祈唔好錯過下一集。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跟住陳壽史觀拆解千古經典官渡之戰。睇下及洪點樣逆轉乾坤，定鼎北方。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，你覺得關羽最難能可貴嘅係武藝，
定係不變嘅義氣？關羽千里尋兄唔係靠殺伐突圍，而係靠初心不改。曹操放行關羽唔係軟弱退讓，而係成人之美。但呢一次重逢直接引爆咗三國時代最關鍵嘅捧鳳大戰——官渡之戰。袁心兵力10倍於曹操，點解最後輸得一敗塗地？曹操憑咩逆天翻盤奠定曹魏基業？烏巢奇襲到底係天命定係人謀？記得訂閱開埋小立動，下集跟住陳壽史官拆解官渡之戰嘅正史真相。鍾意正史三國千古義士近雄博弈嘅老友，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。你覺得關羽最難能可貴嘅係武藝定係不變嘅義氣？我哋下集見。